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的光复乡张中道再度传出着溢漏的消息，事后灾民甲志工就生惊，水利署赶紧出面来赔会，讲是河川引流，请大家唔免惊讲。但是到下晡的4点外，又搁传出着警报声，又搁互大家话要惊死。啊，县政府讲是环境发唔着去，警察局讲会处罚着相关的人员。 所有的职工3步做2步，大声喊讲，叫大家赶紧走，就是烦恼大水搁再来。听到崩山乌又搁崩山，28号中道灾民甲职工拢惊到要害去。好佳在水利署澄清是河川引流，唔免惊吓。不过到下晡4点外，警报声又搁响，大家拢足紧张的。 救援现场警报声是一直响，志工这看遐看，看起来有够紧张。不过透早讲是引流，一声要逃命，是要走也是卖走嘞。就是消防车警报声有广播，命比较重要。不过花莲县政府虽说明警报是误会，花莲县警察局嘛表示，老树员警接到指挥官的指示，表示水保署发现大水达到红色警戒，才会随通知发布海中警报，无成确认状况造成惊吓，会进行内部的停发。警报这个部分是很好的，但是误传我是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主要还是要民众有自主性的有听到警报，然后去撤离。不要骂啦，真的不要骂，因为他们也是好心一片。我们宁可赶快发布，然后也不要又造成再一次的伤害。消息出来，基层员警拢真业贴，讲救灾是上要紧的。 不过民众拢甲斗战声斗相听，讲这个决策毋是基层员警的责任，希望莫互因伫咧拍拼救灾的辛苦过程，搁爱担责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